这位君爷，下午好。装的什么？大米，悠人的货。看看清单。你这超重了吧？因为粮食是供给给悠人的。有位管粮食的悠人军官说，超重没关系，因为悠人的粮食问题优先要解决，所以只好上路了。那超重总是不好的。对，以后不敢了。你这样吧，罚1000。对不起啊，警官，你看我这兜里就200块钱，那边有军官还没给我结账呢。那军官老凶了，你看我这……算了，200就200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啊！各位警官，这是悠人的粮食，我超重了5袋，没收，罚款5000。警官，这不对吧？之前已经罚过款了。我看见了吗？这样吧，我给军部那边的军官打个电话，这个是他们的无词。这儿哪有电话？你车上有吗？我车上也没有啊。得用你们的电话。我们的电话打不到军部。要不这样，我记一下各位的编号，因为你们也知道，这万一要是少了货，我们东邦流民也扛不起这么大的责任。要是那个军官责罚我，杀了我也赔不起啊！我只能请各位帮忙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说是军部的粮食。军部不会用这种人语话。哪个军官呢？出来听听。真对不起啊，警官，我作为一个女流之辈，只是被委托运一下货，那位军官的大名我都没敢问。那你怎么联系他呀？有专门的联络员啊。那不行，一切走人。那你还是扛一袋米走吧。你有多少？80块，就这些了，吃饭的钱。你也知道，悠人军官也不会给我们多少。放下。警官，您是个好人，可是，要是这后边还有卡口的话，我这钱也没了。拿个字条盖盖章，去，快走！出了这个，他们就明白了。好。你要是喜欢他，就让他来我这坐台，